这礼拜是8月7日父亲节，国防部来发布着父亲节的影片，主要是咧讲空军飞官的铁汉柔情，以及甲囡仔的互动。旧年汉光演习不幸殉职的空军的飞官吴彦廷，伊的后生嘛伫影片内底向伫天顶的爸爸来敬礼，真感动人。 甲老爸行礼，把握时间，我揽一个有你小等的做老爸，要飞向天顶保护国家。亲爱的孩子，向你说对不起。我是如此珍惜，却不能时刻有你在怀里。抽到真济军人老爸心声，嘛，互真济军人的眷属看了目眶红。你的世界是天际。 其中这个穿白衫的查甫囡仔是去年汉光演习不幸殉职的空军飞官吴彦廷的后生。虽然无多，佮亲嘴跟老爸讲父亲节快乐，也过伫影片中向伫天顶的老爸敬礼。父亲节要到啊，国防部推出这段影片，互真济观众真感动。